用这么吹毛求疵，啦啦队只要动作一样就好了，你管他。它是并改成用并的，对不对？它有点像开合。你身体比较准，不要那么多角度啦。啊！看看就是有没有生气啦？故意的。没有了。不要吵架。不是，我已经学得很痛苦了，然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开玩笑，你干嘛那么认真的？你干嘛那么认真？你看镜头没有？考出来啊！怎样？伊会认为讲，是因为我伤过追求细节，所以我感觉讲，伊甲我较无适合。只要拄着压力的时阵，伊就会无法度经袂牢，伊可能就会开始哭。其实足影响伫团队内底的时间。讲话足重的咧。有当时安尼一直连落来嘛是会嘿啊对啊。